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佛教经常讲一句话，要随缘自在。我们不要有强迫性的，不要勉强。我们尊重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有缘来，我们非常欢喜接受；缘去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祝福他。缘来缘去要随缘，要很自在，无挂无碍。有一个公案讲得非常棒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有一个房东，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家了，2楼他空着，想出租啊，但是因为年纪大嘛，不容易入睡啊。一旦睡着，只要一点小小声音就会被吵醒，对他来讲，整夜就再也无法入眠了。于是他跟房客约法三章：晚上11点以后哦，你的楼板绝不能有杂音，如果违反规定，将立即解约。因为房租很低廉嘛，所以很快就租出去了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房客呢总能够配合了，大家相安无事啊。有一天，同事请喝喜酒啊，结果这位房客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呢，就带着几分的醉意啊，回到卧室的时候，竟忘了约定了。躺在床上，便用脚踢去了皮鞋，就咚咚响了2声了。第二天清晨呢，房东就马上来了，敲门告诉这个房客说：昨晚你违反了租房最重要的约定，我要请你搬出去。这个房客呢，一再的赔不是啊，并说明自己因为酒醉的关系一时疏忽了，才忘了约定，希望房东呢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最后，房东就撂下一句狠话了，说下不为例哦。事隔多时啊，某一天，这个房客呢又喝醉了酒了。回到房间以后呢，他再一次忘了这个重要的约定啊，依旧躺在床上，用脚踢去一只鞋子，咚一声啊，才猛然的想起来跟房东的约定啊。于是他小心翼翼的从床上爬起来，用手脱下另一只皮鞋，轻轻的放在地板上，才安心的睡觉。第二天清晨，房东又气呼呼的来敲门啊，抱怨的说：你昨晚怎么只踢掉一只鞋子啊？害我整晚都在等你踢掉第2只鞋啊，一直等到天亮，我都还没睡觉啊。你看这么有趣的公案，各位让我们很大的警惕啊。因为执着，之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，名气响叮当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，他有一把长长的白胡须啊。有一次他到大学演讲，讲演的内容结束以后，就留下一点时间供在场的人士提问题了。有一位女学生就问到了：于院长，你的白胡须长得很漂亮哦，只是不知道晚上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是把它放在被子里呢，还是被子外面呢？据说于院长从那一天以后呢，他睡得很不安稳，因为太在意自己的胡须了。到底应该放在棉被里面或者棉被外面伤透脑筋啊。这就是我们的心在接触外境的时候所引起的执着，放不下呀。可见心中如果一有挂碍，就无法心安，恐怖就随之而来，事事都不得自在，生活的秩序也因之大乱因此，唯有依照般若波罗蜜多，我们深切了解言身无性，心不执着，才能心无挂碍。我们对万法才能看破放下，而随缘自在。这对于我们修行或者是平常的生活都非常的重要希望透过这公案，大家一起共勉。南无阿弥陀佛。